name is Lee, Bruce Lee.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in 1940. I'm 24 right now. 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返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返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公元2000年，中國5000年，60年前呢度曾經出過一個人，大家又知唔知道？佢又做過一啲事，行過一條路，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國人。中國精神，佢拍過電影4、5部，透過活動嘅影像，熒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動作速度、拳腳套路、哲學角度、無分角度，用現代嘅電影製造，向全世界解釋中國功夫文化，又行咗一條新嘅道路。截拳道大懶堂今次喺呢度，淨係想你做翻一個似樣嘅中國人，可以學人，唔使下下抄人，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哋點做。試下又問下呢度，點解又有一班失敗嘅人唔支持自己人，成日走去扮其他人？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一個大中華，一個李小龍，冇一個中國人唔為佢覺得驕傲。西洋拳劍柔道詠春北派唐腿12路，各門各路各式各樣每一種招數，佢都用紙筆去記錄低，唔使做乜嘢門派嘅徒弟，以無法為有法，你自己就係最好嘅方法。要真正表達你本質，只係最積極嘅武德。佢揀咗呢條路，佢又行出咗呢一步，創立咗一套拳法叫做截拳道。佢嘅主張做人要有自己嘅態度，唔可以墨守成規就原地踏步，成日企喺度，不過諗住唔走去做，又諗咗條歪路，想做就去做，但就最緊要行條正路。就如截拳道，撩陰插眼佢一定唔做。唔要欺騙自己扮假鬼，唔三唔四李小龍精神不死，中國人唔會忘記。唔要欺騙自己扮假鬼，唔三唔四李小龍精神不死，中國人唔會忘記。Ready. 1, 2, 3. 我哋中國人有乜唔好啊？我哋5000年歷史，你有冇啊？為咗面子變成白色恐怖，你問心嗰句，你有冇啊？我想知道我哋中國人有乜唔好啊？你話我封閉，我話我有分數，為世界貢獻又有乜唔好？係每個人最基本，你做到。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有句教曉我哋，唔係東亞病夫和皮膚都可以做翻自己，唔要跟人哋抄，人哋黐，人哋中國人，唔要睇死自己。I'll be killing you. Stro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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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ong. 就係一個 MC，我支咪嘅作用，就係要嚟講社會嘅問題，我就要老粗，我就要控訴。